今次我哋嚟到汕尾，探索2026年全新開業酒店，品嚐酒店海鮮自助餐同埋本地特色美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大漢假期永仔，喺汕尾，梗係要帶大家過嚟品嚐翻地道美食。大家試下呢個汕尾招牌芝麻雞翼。招牌芝麻雞，將醃好嘅雞均勻塗上一層蛋清，再按壓一層白芝麻，將雞炸到金黃酥脆，皮脆肉嫩，配上芝麻嘅香味，簡直係完美啊！海豐家鄉煲係一道非常樸實但充滿家鄉風味嘅菜式。佢最大嘅特色係用咗一種當地特有嘅食材樹菇，佢口感軟糯粉綿，吸收晒湯汁嘅精華，魚丸爽口彈牙，味道層次勁豐富。我哋仲有各種好味嘅菜式，酸甜排骨、冰川茄子、清蒸珍珠斑、SO 醬蝦膠菇、五指毛肚湯、SO 醬焗九節蝦，每一啖都可以品嚐到濃濃嘅家鄉味道。跟住我哋為大家安排咗全港獨家美食虎斑魚蔥螺，將虎斑魚肉切成薄片，魚骨頭尾用嚟熬製成濃湯，喺煲底先鋪上時蔬同脆米粒，將新鮮嘅虎斑魚片鋪喺面，將高湯淋喺魚片上，魚肉鮮嫩，湯汁濃郁。粵式藥膳名菜養生水晶雞，選用1.5公斤以上嘅本土走地雞，內外搽鹽粉同埋秘製水晶等進行醃製，配搭當歸、黨參、紅棗、枸杞等滋補藥材一齊擺入蒸爐，雞皮光滑緊緻，雞肉潔白緊實。節性海膽炒飯，海膽鮮味濃郁，米飯炒得粒粒分明，鑊氣十足啊！仲有麥香雙色、金絲蝦球、乾蒸雙丸、酸薑炒牛肉、沙薑豬肚、湖盤小炒王、鮑汁手工豆腐，包你食個翻尋味啊！好，食飽飽之後，同阿永仔一齊去探索新酒店啦！陸豐福騰喜來登酒店係2026年啱啱開業嘅國際品牌酒店，酒店房間整潔，配有落地景觀窗，光線充足，衛生間乾濕分離，住得安心又舒服。夜晚我哋安排大家喺酒店20樓高空滑端餐廳享用海鮮自助晚餐，除咗各種海鮮、刺身、冷盤、熱食、甜品之外，仲有位上鐵板燒、SO 醬炒鮑魚、法式鵝肝配魚子醬，咁豐富嘅行程，你點可以錯過啊？快啲搵我哋報名啦！